生活係由點、線、面構成嘅。今日呢堂課呢，我哋就嚟學習生活之中嘅基礎三線。大家好啊，我係 VIP 線嘅艾德老師。今堂課我哋就嚟學習基礎三線。首先，我哋先嚟認識第一種線段，接住我哋再嚟認識射線，接住再到直線，最後我哋一齊嚟討論下線點之間嘅關係。好啦，課堂就要開始啦，大家先嚟了解第一種線，就係我哋所講嘅線段。咁線段有兩個特徵喎。首先第一個，佢兩頭係有點嘅，跟住兩點之間仲會有一條線連住起身。咁仲有一個最大嘅特點就係我哋嘅線段可以攞尺度出長度㗎。咁大家可以睇下，老師畫咗兩種線條，上面呢條以及下面紅色呢條。咁邊一個係我哋嘅線段呢？相信大家喺5秒鐘之內一定會有答案嘅，期待哦。係啦，老師已經聽咗大家嘅答案。咁依家老師同大家講下，真正嘅線段只有上面呢條。下面呢條係錯嘅，我哋好明顯咁發現啦，上面呢條線段兩邊有點，不過佢嘅中間一定係用直線，咁樣先可以稱之為線段㗎。咁因為佢係直線，所以我哋就可以攞尺度出長度。你記住未啊？好，第二個我哋嚟學習射線。咁射線同線段最大嘅區分就係線段佢有兩個點。但係呢，我哋嘅射線只有一頭有點，另外一邊係冇點嘅喎。咁老師講個秘密，因為佢冇點，所以佢就可以無限咁變長啊。當佢無限變長嘅時候，我哋就冇辦法度出佢嘅長度啦。第三個，我哋嚟認識下直線。咁直線同射線最大嘅區分就係射線佢有一個點，但係呢，我哋嘅直線兩頭都係冇點嘅喎。咁啱先解釋過，因為佢冇點啊，所以我哋嘅右手邊可以無限咁變長。我哋嘅左手邊同樣都可以無限變長喎，因為佢不斷咁變長，所以我哋嘅直線佢亦都係冇辦法度出長度嘅。咁同大家總結下，我哋可以度出長度嘅只有線段，咁我哋嘅射線同埋直線都係冇辦法度出長度㗎。好啦，認識咗基礎三線之後，我哋嚟討論一件事情，過一點可以畫出幾條射線出嚟呢？咁射線啱先解釋過，有一個點，另外一邊可以無限咁變長，所以大家觀察，老師橫住畫一條射線，或者我哋向右手邊打斜畫出一條射線，咁反轉過嚟向左手邊打斜畫出一條射線，向下打斜畫出一條射線，甚至老師仲可以向下打直畫出一條射線。咁你就會發現啦，只要你畫得夠幼，只要你想畫，你可以畫出無數條我哋嘅射線喎。所以大家記住啦，過一點可以畫出好多無數條嘅射線。只要你畫得啱吓，咁接下嚟老師就俾個小任務俾同學們，過一點可以畫出幾多條直線呢？相信同學們一定可以揾到呢個答案嘅。咁艾德老師喺 VIP 線嘅課堂上等住你嚟回答喎。好啦，歡迎各位同學，歡迎各位家長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。